香港人要點樣喺小紅書上面開店？我哋整理咗過往服務香港商家嘅經驗，分享俾大家。好多香港商家喺小紅書起號嗰陣時，跌咗入個定位模糊呢個誤區入邊，搞到變現路徑唔清晰之餘咧，內容又捉唔住內地嘅用戶。我準備咗同大家講4個核心定位，幫助大家打好運營嘅基礎。第一個，明確你嘅商業定位，收入弱水，緣多而流遠。香港嘅老闆們喺起號之前咧，首先要諗清楚，打算通過邊一種方式喺小紅書上面賺錢呢？到底係直播帶貨啊、筆記帶貨啊、店鋪貨架定係品牌合作、知識付費呢？其實一個賬號咧係可以搭配好多種變現方式㗎，提前規劃好咧，先可以令到流量價值最大化。咁第二點咧就要明確我哋嘅賬號定位啦，我哋要分析內地嘅目標受眾。首先咧就要諗清楚賬號嘅內容係針對邊一類型嘅內地用戶，呢一步係好關鍵㗎。針對內地嘅目標用戶咧，我哋要做一啲具體嘅分析，包括佢哋嘅年齡啊、性別啊、地域啊、興趣愛好、消費習慣，仲要了解佢哋嘅生活方式同埋佢哋嘅小紅書使用行為習慣等等。只有足夠了解呢一班用戶咧，我哋先有機會做得出吸引佢哋嘅內容啊嘛。咁篇幅有限啦，今期就先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繼續講。關注我，帶你喺香港玩轉小紅書。